丰富保证嘛，神风勤勉，王都永久政治，解救己民，王朝马汉，继续赶路莫延迟啊！王朝都在发生何事啊？启禀太爷，路过此地，忽然乌云瘴日，恐风太多，主动披露。四处探查，可有不顺从之事？禀太爷，条前有一种梧桐树。对，乌云杂日，狂风太作，梧桐树都在其中有何因素了？老太爷，阎王啊！都在何人很严了？禀太爷，阎王之神来自梧桐树。梧桐树哦。梧桐树下迎风起，是有人心探时气，主动保证是刻意，莫非含言带司机？来呀！梧桐树吩咐乃是保证，有何言情？快说来呀！老太爷，阎王啊！老太爷，阎王啊！
何妨引魂？为何主动按保证披露啊？严父有天太严情，求太人所助。有何言情？你快快说来。报太人呐、民妇将凡事埋了。老是要死啊，该呀起房，要是丢了人主娘啊。今日我报报杨主席，家庭一切，你就来多费事吗？杨氏，既要从今三年时，你就赶紧去完成，家中不必你挂心，孟父所言真非迟。父亲，捆宝，父亲不在家，乖乖要谈话。我爹，父亲，你要家家转来呀？我娘送君千里，终是一片。你我才是分数，你母子回去吧。夫君，你一路要小心嘛。还会照顾我自己，母子回去吧。捆绑，随我回去。哎，
此地好风景，不中多样映山林，河水清幽又安静，可比风来几仙境。父妹，此地风景虽然好，不过山高是车子多。今日你我小心过，莫在此地惹风破啊！凤兄啊，凤兄说话就有差，你是英雄无讲高，三次出现是何用怕？安心在此送山法。啊哈哈哈！何太的头呀！哈哈哈哈！看你两眼身上领了出台，别挺有钱人呐、身上云量留下，姑娘放下，我叫你条山路啊！哼！小小拖车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有何本等？风马过来！哎，喂，凤兄。感谢英雄救一万次，不过我妹妹被捉，恐将有性命危险。在哪里？上救啊！带路。跟我来。可爱侄子，你快快将我放回。姑娘何必先下要开？凤凰对你有意爱呀，莫爱莫恨，我中意你嘅将来呀。哼，我是群主嘅 TV， 你也是也想听凤飞。你係群主 TV， 哪有那個嘅神罪啊？我不是想金拥抱富贵啊！你要做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凤兄，凤兄啊！干嘛啊？对。后大案要回去。来呀！恩公，感谢你救命之
看，可有诉说？我的凤兄已上救，有无凤妹命未休？要不英雄来出手，凤兄性命也难留啊！请问你这位？我乃是天子一体，常饮苍梦呀。王爷，还有那是我的宝妹，群主苍玉狗啊！原来王爷群主错面不敌，强于杀水呀！相信救命恩情有人敬忌，何有冒犯之道理呀？要是英雄，你莫推辞，望以保家非敬惜。义不容辞，请贤烈护送王家非敬忌。多谢了。我看你闷闷不乐的。天主啊，你有何心事讲出来本奴婢替你分忧啊？春桃，你我是情同姊妹，一言说也无妨。心意我已放下，纯爱是有吧？你到三尺寸啊，就英雄出手相救，我兄妹性命。回来以后，我对他形象念念不忘啊。哦，天主啊，这件事情何不对了王爷提说？这样子乃是不相干，我是放家人，想必放兄佢唔肯答应啊！放兄，王妹，恩公，拜见群主万福，不用道理。王妹，你看的恩公你下的身份是非同小可，乃是统统总兵之了。哎呦，恭喜恩公咯！岂敢，用词不敢记功，一切还系王爷嘅提拔。再有今日嘅地位，唔过如何？用词离家已久啊，心中甚为感慨，思想回家，卡其知足一番了。是乃理所当然呐，但不知恩公相爱何时出发？放兄啊，你只是贵人多忘事，今天兄妹性命，常可做英雄，出手相救，应该你好好答请其政策。房妹也已经命人准备酒宴，怎可用这种兵回去呢？错，房妹想得主多，周总兵，
就留下来向应祭杯如何？既然王爷群主一时嘅抬爱，用剑不宜长命啊！春桃，菜皮言时候，晓得，抢。像王爷群主像。莫是难梦才是，梦已不到来相诉，烦闷啊，想啊归，心有啊言啊，来见咱啦！爱走勇士，分手之谜难定论。来勇士啊，来迎啊，来啦，有人啊，你给救命啊，恩啊！记才是，我背是梦恩爱你。小小就言莫言戏，红颜嘛，红啊水啊，在天台啊，天啊。来，凤兄，小宋边三爷嘛，三爷嘛，来，我建议的。来，凤兄啊，来一来不醉不归三爷嘛，再饮一杯小宋边。来。小宋边，再饮啊！凤兄啊，小宋边已经睡了，我看凤兄你也有醉意，应该先回房休息吧。妹妹，既然小宋边睡了，你就准备上房与他休息了。春桃，回房呀，你蒙古去休息。